香港15歲孖妹組合 JJ Baby 近期登上咗韓國選秀節目 Star Is Born， 憑住佢哋靈活嘅身手同埋默契成為焦點。喺最新一集節目入面，Jbo 同 JB 即席表演女團愛豆嘅 Super Lady， 唔單止展示咗流利嘅韓語，仲大玩一字馬、rap 等高難度技巧，令評審團驚呼連連，大聲直接大讚，從來冇見過咁完美嘅團隊合作。而 2NE1 成員 Dara 亦都讚佢哋嘅節奏感強烈，唱跳一流。今次節目有嚟自57個國家，超過150名學員參加。JJ Baby 係唯一一隊香港代表，成功晉級後引起東南亞觀眾嘅熱議。JJ Baby 係童星出身，曾經出演 TVB 星空下的人醫等劇集，近年透過 Ace 娛樂安排去韓國，喺 YS 韓國偶像學院接受 Blackpink 導師嘅訓練。上年佢哋仲喺 Asia Model Awards 獲得 Kids Star Award， 實力已經受到認可。今次憑住團隊默契，贏得大家嘅關注，被視為香港演藝圈進軍國際嘅新希望。